记得啦啊。哦，好。我哋望来通化街以前民国46年，我也是有讲来两片买不，我家望作品啊，17年作品，但是可能5了看唔惯，什么有路冇去叫嘅，按照像中下样按个有边的车了，行了像通化街行我都当两条水桥样，两条太水桥，我10年前参过这两条太水桥样。这个非常落后的时候，我到市区用啊推广转来嘞，还有限量的，还有两大不够便宜，还是来一道买。这买开不干，再退嘛，购买一帮啥不买的，俺是买个到民间到要是民间是有钱人买到人是自家个，转个特别是别个不。竹壁不倒奶啊，竹壁不倒奶啊！我讲出很多人，市政府也无钱啦，佢们是叫很多那种人抢过来用人，很多个也是竹壁啊，有老一辈岁、一辈岁要带下奶弄免费啊，做村竹个人啊，做免费啊，才有钱人就揾自家见揾赚的，吸赚的去，去揾，用的。建湾建到交易，到民国62年，市政府了土地让卖爱哩。头到通化街嘞，全部做工好多了，过头来讲个小摊贩啦，有发展后专业的差不多听可以了。第二代，跟小学读书出来慢慢有买像现在科技的了对吧？慢慢的发展自己做了挺好的。老一辈的做哪些，做了有的60、70岁没还做哪些没还有，有发展什么？后背了，给子女了对。你们爬进来逛街，逛街，进来嘛。这还是阿公婆拍哈。阿公婆。又转移抢。冇，我现在冬天了会跌了。我没有，我这边有转移阿公婆先，我是有4张年啦。我这边嘛有学堂，我是强上的服侍样的啦。了不讲好嘞，是冬天是强了。我来讲，我今年天气太顺，天气太顺。要得要做马条路来讲，今日那些当然这叫人摆交通的问题来讲唔方便。我讲还有本来日子顺又好，服侍当然讲来帮我摆，也好你自己个，那个好。我是用风机写先摆2年过。偏偏让你顺利，我才用去办法买个拍迄个写，让一台一台写，个叫做拍一台一台啊，按写按服侍。平常年节冇赚呢，冇赚呢，15年冇赚呢，15年呢，我办个真偏让真个。OK 啊，按这可乐西厂。那60几年是小，上个特别干好是给打电上了，自己小儿子工法该洗头个边，那个能干好是说骗多的呀。当天工作，上个特别是住个，他住个大家开始当。
甲讲也是你着生意那就当来创落来变，唔敢上来上江湖。很多卖水果，卖水果像我甲徐导演听到卖啲水果都咸咸啊，就团店嘛。我本家是在工厂人做，还只有行话讲村口啦，像呢种嘅古店啦吼，像上来咧呐，冇本体日冇本也把你对话吼，即个野外啊，我看唔是冇讲样就上来冇春光啦吼，像呢种尽量去做，呢种放心，呢即家就冇客人做，来传天，佢暗不跳是当练四种。大内有空了练四种，慢慢的让做，哦，都包围了咧，天都欠到人来有晚体的咧，晚体的，天晚体甲两公头是晴天。先讲我天今年晚了拄拄手咧，哦，做了日就讲就钓3000的，人讲嘛有恢复，讲就春天啦，甲养啥，就来到调日就调，终于熬完住了呀。天同人晚体，乜解晚体？有3000，有镀金甲两公婆去甲人调也去到感觉讲哈，欠人去丢钱，老这个钓3000，人老欠人丢钱讲钓3000，人改账。心情全无去了，改下老人就该漂泊啊，改下个物主哦，我父母家来讲，该实在该物主想用漂泊改啊，所以讲谁因上个谁信的时间，今天俺你留下就留档，啊留档的时间你下头一准水留档是还没水，其实还没把谁呢上不脱起来同样啦，俺留档谁人信来讲话，其实还降台。讲你水讲按换下到几丢当下冇水咧，之前嘛，行下你水先做的，我本家厂做呢個係做間冇做間會慢掉，但係妙了，我呢客人啊來存錢未去立啲地，哦，呢妙，叫我呢仲講係要間屋個大啊，唔係人啦，唔係間股冇相干，我個錢量妙啦，我呢總要原因。存來存去，冇講買東西，一間屋做啲係挨啲價。挨本家講，挨不管用萬一存落有間屋係屬於挨啲自家價錢叫掉起，唔會變對象大咯。哦，用到用就包圍到咧，還是賣下間屋。從台北，因幾多花幾多年嘅時間買到呢間屋？10年。嗰陣時攞到呢通白雞嚟咗，誒你嘅其他行業啊，你攞你上台少麼？哦。除了馬山咧，佢做出介紹嚟內地。賣水果誒，係賣菜，呢都想菜都會按跳撥啲撥嚟，會讀個堅果時啫，會要，其實會按甜甜。因為那個菜場愛當幹部時間愛做上去賣菜哦，唔敢賣，他知道愛侵犯幹部嘛，咁啊就是愛義講賣嘛，愛菜都冇嘛敢賣上，你賣菜用你剁出嚟菜下吧，合拍緊那拿上苦嘛。他實際上也是愛太太也是教師也是專門也去拼戲也是很多。啲冇兩公婆從來冇可能啊，愛當時都睇要因為佢做接骨的啦，佢本來講啊，你生活有困難的，叫愛嚟做打工的嚇。我打工咯，就不應看你唔起啦，認為講你從你的咩正式的醫生啦，乜個細路做，我講專心顧了店，我嚟拼，哦，我嚟工廠做。父親照父親講的話，我們全部有給他做到。他去世以前，他們講哦，你一定這個塔會做過，也塔嘅。一啲交代啊，誒，一群老咧，一到三甲水群路，